絕食咗200幾個鐘，精神還可以 ，OK 嘅，我哋4個都 OK 嘅，未至於去到惡劣嘅地步，但係一定身體狀況係會差咗。你見我成日去廁所咧，就知其實我哋飲好多水，所以唔好介意我哋坐喺度又去下又翻嚟咁樣必定會嘅。絕食咗咁耐咧，我好似自己後生咗10年。點解咁講咧？有陣時即係參與運動咁耐咧，會變得有啲因循。但係絕食，我相信在座幾位都可能會有同一樣嘅感覺。我冇同佢哋傾過，係真係重燃點起我哋心中嗰團火啊！好！而家嗰團火再次喺我嘅心裏邊咧燃點起嚟。我記得咧喺1989年咧，我係11歲嗰陣時，我好記得嗰陣時，北京嘅絕食學生咧有一句嘅口號，有一句標語，寫住：媽，我很餓，但我吃不下。我而家嘅心情亦都一樣，我好想同我阿媽講咧，我好肚餓，但我食唔落啦，因為我覺得我哋今日唔行出嚟，去捍衛我哋嘅自由民主，同埋爭取一個真嘅普選，我哋嘅下一代，或者甚至乎10年之後，我哋就唔會再有機會出嚟絕食抗爭。我哋好可能一行出嚟，就會俾人拉入監獄，做一個政治犯，更甚者可能俾人行食刺殺，生命都冇。所以我哋慶幸今日我哋仍然有機會行出嚟，去捍衛我哋香港嘅民主自由。200幾個鐘喺香港嘅民主爭取民主嘅路途上邊其實好短，但係張文尋日寫嗰句啟發咗我，唯有絕食多壯志，敢教香港換新天。就讓我哋今次嘅絕食展開香港民主運動一個新嘅里程碑，好唔好？好！其實我哋4個都係同大家一樣，我哋4個都有屋企人，我哋4個都會肚餓嘅，我哋4個呢9日嚟都同樣受住風吹雨打、行雷閃電，俾人揶揄、俾人嘲笑，話我哋戇居。但係我哋4個同大家都係懷住同一個嘅決心，就係希望爭取到一個篩選嘅普選，為香港嘅前途，為我哋嘅下一代作1點兒嘅貢獻。所以我希望香港人唔好純粹因為我哋絕食而覺得香港有爭取普選嘅迫切性，而係要為自己行出嚟，爭取下一代嘅民主同埋自由同埋公義。好。